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到屯門卓雅廣場，一齊重溫中年好聲音4 24強首次見面會嘅盛況。當日4層商場人山人海，粉絲舉牌、尖叫聲此起彼落，場面非常熱鬧。非常開心啊！大家咁支持佢哋嘅，我其實佳佳老師，老師係，仲有中年好聲3嘅冠軍黃波嚟到現場，都會同佢哋嘅師弟。另外2位評審咧亦都嚟到現場，俾啲掌聲佢哋，有周國峰老師，亦都有海怡老師。打頭陣以 Woman in Love 炒熱現場氣氛。周志豪、鄭仲豪、田偉豪、許美琪、卓悠嫣、鄭嘉星、馬浩然。黎若璇、尹景純、范子睿、雷小雷、許韻妮、吳業偉、可能、楊家龍，同埋我哋中4嘅30強參賽者蔡文居，有請咁多位。可能我哋企埋啲，大家睇過香港小姐啊嘛，我哋試下港姐企好唔好啊？係叉腰就你喜歡啦，係。你會溫馨地抱他唔錯，然而自己現在沒任何權利再抱怨一句。將睡眠忘記，通宵傾談，已經定成往事。自己好多你的對白是人甜美。參賽者分組演唱多首經典歌曲。都有愛，從聽有你，聽有你，沉吞於腦海，寂寞充斥空氣內。參賽者分組演唱多首經典歌曲，包括《到此為止》、《呼吸劉海》、最佳損友、Crystal 等，每一首歌都勾起觀眾嘅回憶。掌聲在哪裡？安靜離開也是另一種對待。問我有沒有，實也沒有，藉我哋的藉口，為什麼太受惠？不知你是我敵友，沒放望透，被推着走，跟着生活流來連陌生的，是昨日最親的某某。
直到伤痕，谁爱人是我的浪漫。谁人無得到一切的看，誰人無終於心去的你，平凡人生天真過後，要怎麼走？從委屈中再相信，誰人夢想不可告，流亡時光終於散盡，留下我。快樂時光。無言的容易，達到理想不太易，即使有信心，有直覺的旨意。黃博壓軸登場，唱出不再猶豫，震撼全場，並大讚今屆參賽者實力強勁。向理想揮手，問句天幾高心中。評審可以表示，參賽者首次面對粉絲仍然保持淡定。一個參賽者一路成長，一路俾大家認識大家。咁今日就係第一次佢哋俾大家現場咁樣去認識啦。咁我覺得即係一個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 precious 嘅回憶嚟嘅。同埋都見到佢哋第一次一定會有少少緊張啦，但係都真係幾好喎，真係現場真係。同埋見佢哋合作啦，好明顯見到佢哋感情都已經好重。周國峰則指出，輸贏已經唔係最重要，反而係大家之間嘅友誼。而且本來係死敵，係我哋好 friend，佢真係傻嘅喎。同埋咧好，唔係呢個我正就係我哋嘅節目咧，好多係好真摯嘅。雖然係一個比賽啦，但係可能去到呢個年紀咧，佢哋視比賽咧贏輸嗰個係其次，係透過呢個比賽咧可以揾到啲真友唔好啊，又或者可以揾到佢人生嘅啲。呢場結結會唔單止係參賽者首次同粉絲近距離互動，仲展現咗各自嘅舞台魅力。今集就講到呢度，多謝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我哋不如請埋博博同埋嘉嘉。